詩篇64篇大衛的詩，交給聖詠團長，求主保護。神啊，我哀嘆的時候，求你聽我的聲音，求你保護我的性命，不受仇敵的驚嚇。求你把我隱藏，使我脫離作惡之人的暗謀，脫離作孽之人的擾亂。他們磨舌如刀，發出苦毒的言語，好像瞄準了的箭，要在暗地裏射完全人。他們忽然射他，並不懼怕。他們彼此勉勵，設下惡計。他們商量，暗設圈套，說：誰能看見呢？他們圖謀奸惡，我們完成了精密的策劃。各人的意念心思是深沉的，但神要用箭射他們。他們忽然受了傷，他們必然絆跌，被自己的舌頭所害。凡看見他們的都必搖頭。眾人都要害怕，要傳揚神的工作，並且明白他的作為。義人必因耶和華歡喜，並要投靠他。凡心裏正直的人都必誇耀。詩篇第64篇靈修指南。主題：在隱秘的危險中尋求神的拯救。經文重點： 1. 呼求神的保護。大衛在這段經文中懇求神聽他的禱告，並求神保護他脫離敵人的陰謀和惡行。他的迫切呼求提醒我們，當面對威脅和困難時，應該立即向神求助，尋求的保護和引導。 2. 敵人的陰謀。詩人描述了敵人如何暗中設計，言語如箭矢般要傷害無辜的人。這讓我們意識到，生活中充滿了隱秘的危險和惡意。但即使在這些困難中，我們可以依賴神的保護。 3. 神的審判。大衛宣告神會親自介入，將敵人的計劃暴露出來並審判他們。這段經文強調了神的公義，無論敵人多麼狡猾，最終都會被神的真理所揭露。這提醒我們，神是我們的公義法官，能夠揭開所有的罪惡。 4. 對神的信心。詩人以感恩的心結束這篇詩篇，宣告義人會因神的保護而歡喜。這讓我們明白，信靠神的保護會帶來內心的平安與喜樂，幫助我們在困難中依然保持堅定的信心。默想：當你感受到隱藏的威脅或不安時，你通常會如何向神求助？你在生活中是否曾經歷過神的拯救和保護？這些經歷如何影響你的信心？你如何能夠在日常生活中更深地依賴神的公義，並將自己的擔憂交給禱告？天父，感謝你在我生命中的保護與引導。當我面對隱秘的危險時，求你幫助我堅定地信靠你，並將所有的恐懼交給你。願我在每一次的挑戰中都能讚美你的名，並經歷你的拯救。奉耶穌的名禱告，阿門。行動： 1. 每日禱告，花時間向神禱告，將你心中的擔憂和困惑交給，並尋求的安慰與指引。 2. 靈修和反思，每選一段時間，反思神在你生活中如何保護你，並寫下你的見證。 3. 分享信仰，與朋友或家人分享你在信仰中經歷神保護的故事，鼓勵他們在困難中堅持信靠神。願這靈修幫助你更深入理解詩篇第64篇的教訓。願神的恩典與你同在。